湾国大家好，欢迎你收听《放送头》，我是阿春。8月初6，一位台湾国国民行伫路里，有4位中华民国警察大声甲伊吓惊，动落来，雄雄甲伊引倒撒去涂骹，扣手铐，互伊骹、手、白白受伤，失去自由共24点钟。中华民国警察颠倒告伊妨害公务，有影无影？咱来看现场录影。证件有没有带 ？Hello， 证件有没有带？这里是台湾，我知道你是台湾人，你不要跟我说你不会说中文。是，对。证件有没有带？没有带，我们就带回派出所查证。我就不知道你们放啥。请你现在出示证件，没有带证件就带回派出所。我们有3个小时没有必要。身份，3个小时。没有必要。你来讲话这大声，你倒位来啊？我台北人啊。我台湾警察。我讲话恁清气，恁敢袂使派那你们要骗我的人行啊？为什么我会讲台湾话？但这里是台湾。你喜欢说外口讲台湾话，你这不是台湾。请你出示你的证件有无？出示证件。摕出来你的证件，你的身份证，你的。你讲话这无客气。好，先生，我跟你讲，麻烦你等下跟我们回派出所，我们要查证你的身份，没有问题才会让你离开，这样子。听有无？我证件我听无。我听无就拍算，我就讲。台湾话你嘛听无？听中文这个都会录音。你是咧大声声啊？我无大声。你讲话这大声，恁是安怎讲话这大声？拜托，会使较细声。中华民国法律是写中文，不会写英文。听有无？啊！你要教我解释，无你无法度教我做啥物台词啊？我唔知你咧创啥。啊！你是台湾人，你讲你不要讲说中文。啊！你这个人那遮奇怪，是那台湾人一定要讲中国话啊！中国话是中国人的话。想到要讲迄落啊！你们两个跑掉了。我做一个台湾人，行伫咧中国城内底，会红就是讲我一定爱做中国人。我讲台湾话，我就一定爱听有中国话，因即马正经就是甲咱台湾人当做是较早共款咧吞大。咱想看卖，今仔日若是美国人讲美国话，日本人讲日本话，敢会出即款代志？是安怎台湾人讲台湾话，中华民国警察就会遮尔气噗噗，见笑转上去，甲你掠转去，讲家己是台湾警察，拄着讲台湾话，颠倒甲你欺负，遮个代志在在证明，中华民国占领实名的本质毋捌改变。台湾国民爱团结自救，行家己的路。中华民国警察遮尔恐怖，你毋知，邀请你后摆拄着警察，共款全台语的来讲，请警察嘛讲台湾话，甲录影。分场来放送头的群组，大家做伙来看卖。感谢你收听，后礼拜放送头会继续讨论这项代志，邀请你起赞 follow， 咱后摆再会。